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Reduce Workload AI 嘅 AI 教學影片。今日要同大家介紹嘅 AI 工具係 Google Anti-Gravity。進入官網同埋下載係唔需要 VPN， 但係登入 Google 賬號嘅時候要用非香港地區嘅 Google 賬號。更改香港地區嘅 Google 賬號嘅詳情，我喺影片後半部分會詳細講解。大家冇特別要求嘅話，可以照佢預設嘅撳安裝。成功安裝後就設定返啲基本嘢。設定好晒啲基本嘢之後，就登入非香港地區嘅 Google 賬號。如果你登入咗香港地區嘅 Google 賬號，會出現提示話你知，你呢家身處緊嘅地方係用唔到 Anti-Gravity。要解決呢一個問題，就只能夠使用 Anti-Gravity 允許地區嘅 Google 賬號。有幾種方法可以將香港 Google 賬號轉為其他地區。第一，開 VPN 連接至指定地區，例如美國。跟住喺 Play 商店撳右上角嘅 icon 進入設定，撳一般裡面嘅賬戶同裝置編號設定，會見到切換至美國 Play 商店，但係就要新增信用卡或者 PayPal 先得。第二個方法就係直接將 Google 賬號由香港更換至 Anti-Gravity 支援嘅地區。想知道更多有關 AI 嘅資訊，就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